2010年非洲新天地西班牙登頂。2010年世界盃係第一次喺非洲大陸舉行嘅世界盃決賽周。南非經過多年努力爭取之下，終於成功爭取成為主辦國。可惜南非嘅實力不佳，唔單止冇辦法藉主場之利攞到好成績，連備受歐美各支球隊反感嘅非洲樂器烏烏茲拿都冇幫到佢哋，反而成為第一支喺分組賽就出局嘅主辦國球隊，打破咗恥辱嘅紀錄。由於南非自動晉級決賽周，令到非洲破天荒有6支球隊參加決賽周。但係就算喀麥隆同埋尼日利亞呢啲老勢力回歸，最終亦都只有加納能夠從分組賽突圍而出。由於比賽係自1978年一屆之後，事隔32年再次喺南半球主辦，決賽周舉行期間係冬天，因此對南美洲嘅球隊相當有利，5支南美球隊都能夠打入16強。相反，大戶歐洲呢次只有6支球隊能夠從分組賽晉級。歐洲球隊當中最令人失望嘅，肯定係上屆冠軍意大利同埋亞軍法國。意大利保留咗唔少上屆冠軍隊嘅成員，而且分組賽對手只係巴拉圭。第一次參賽嘅斯洛伐克同埋大洋洲球隊紐西蘭，賽前根本冇人會認為佢哋會喺分組賽出局。但係意大利喺南非就係咁撞板，好似運氣喺4年前已經用晒咁樣。先係第一場對巴拉圭就已經有派路未能上陣，過門補方，亦都踢咗半場之後就因傷退下火線，結果只能夠以1-1逼和對手。到咗第二場對紐西蘭，亦都竟然喺7分鐘就失手，後嚟只能夠以12碼追和。本嚟意大利喺第3場分組賽喺打和都仲有機會晉級嘅情況之下，就竟然以2-3輸咗俾斯洛伐克，3場只有2分，喺分組賽排到最後1名出局。4年前風光舉起世界盃獎座嘅簡拿華路出局之後，只能夠喺球員通道留下落寞嘅背影。呢個時候相信邊個都冇諗到，呢個只係意大利足球黑暗歲月嘅開始。相比起法國，意大利喺呢一屆嘅境況似乎仲好少少，因為法國喺呢一屆比賽只能夠以恥辱2個字嚟形容。已經冇咗斯丹壓陣嘅法國，喺崇尚星座選兵嘅主帥杜明尼治繼續亂嚟之下，先係2008年歐洲杯決賽周分組賽就出局，然後喺呢屆外圍賽屈居喺塞爾維亞之下排名第2，然後喺附加賽同愛爾蘭爭奪決賽周資格，已經成為老將嘅亨利喺第2回合公然用手球協助之下入波，球證就視而不見，判為有效，令到法國喺一片爭議聲之中進入決賽周。法國喺第一場分組賽就垂頭喪氣之下，只能夠同烏拉圭互無紀錄完場。連斯丹亦都公開批評球隊踢得差，杜明尼治仍然自我感覺良好。然後安力卡喺第2場分組賽半場休息嘅時候同杜明尼治爭執，佢竟然喺比賽期間即刻將安力卡趕出球隊。結果法國以0-2輸俾墨西哥。法國嘅處境變得同2002一屆一樣，亦都要最後一場比賽擊敗南非先可以晉級。但係法國球員唔單止無心戀戰，而且因為表達對教練團嘅不滿，竟然喺訓練場外拒絕落隊巴罷訓以示抗議，要時任法國總統薩爾科齊親自斡旋先勉強平息。結果法國隊將艾夫拿等幾個罷訓帶頭者放喺冷宮之下出戰南非，而喺哥古夫踢咗25分鐘就被紅牌退場之下，法國以1-2輸俾主辦國，再次喺分組賽排名最後1位出局。亞洲球隊喺呢屆比賽亦都相當有睇頭，先係神秘國度北韓，自1966年之後再次打入決賽周，但係佢哋嘅實力確實唔夠班。縱然有奏起國歌時不禁落淚嘅鄭大世奮力應戰，喺分組賽面對巴西、葡萄牙同埋科特迪瓦，亦都只能夠乖乖繳械投降，3場比賽全敗出局。澳洲首次以亞洲足協成員身份參賽，可惜亦都係分組賽畢業。反而係韓國同日本呢一屆賽事雙雙創造佳績。韓國喺分組賽先擊敗希臘，雖然第2場比賽輸俾阿根廷，但係第3場分組賽打和尼日利亞，以較佳得失球壓過超霸英晉級。日本就擊敗丹麥同埋喀麥隆，面對荷蘭亦都係1球告負，同樣以小組次名身份打入16強。可惜韓國喺16強以1-2輸俾烏拉圭，日本就喺加時之後同巴拉圭打和，就喺互射12碼落敗。
韓日同樣喺16強止步。南美洲5支球隊都打入16強，甚至有機會由南美洲球隊囊括4強位置，可惜被歐洲球隊反擊成功。智利率先喺16強輸俾巴西出局，然後喺呢屆比賽踢得異常沉悶保守嘅巴西，喺8強亦都完敗喺荷蘭腳下。總教練鄧加以紀錄至上，不惜放棄私生活糜爛嘅天才球星朗拿甸奴，結果付上喺關鍵時刻無力回天嘅代價。巴拉圭就喺8強敗喺西班牙腳下。西班牙喺2008年攞到歐洲杯冠軍，開始步入盛世，喺第一場分組賽竟然輸咗俾瑞士。好在西班牙之後2場比賽擊敗洪都拉斯同埋智利，以較佳得失球壓過智利，以小組首名身份晉級。相反，擊敗西班牙嘅瑞士就喺分組賽出局啦。西班牙喺16強遇上 C 朗拿度領軍嘅葡萄牙，結果由韋拿嘅入波以1-0淘汰鄰居晉級。韋拿喺8強末段再次建功，再以1-0擊敗巴拉圭晉級4強。西班牙喺4強嘅對手係德國。兩支球隊繼2008歐洲國家杯決賽之後再次交手。德國喺比賽之前失去受傷隊長波力克，反而造就年青一代成功接棒。德國喺16強遇上英格蘭，德國率先入咗2球，然後英格蘭追翻1球。到咗39分鐘，林柏特嘅射門打中還未入波。電視重播畫面清楚睇到皮球已經彈入龍門，但由於球證喺現場睇唔清楚，因此判決入波無效。英格蘭白白錯失追和機會之後，喺下半場俾梅拿梅開2度，結果德國以4-1淘汰英格蘭。林柏特嘅入球無效爭議，直接成為日後國際足協引進門線技術嘅理據，以及後來催生 VAR 協助執法。然後德國喺8強遇上由球王馬拉當拿擔任總教練領軍嘅，並以美斯為核心嘅阿根廷。阿根廷喺分組賽輕鬆3戰全勝，喺16強亦都以3-1擊敗墨西哥。但係德國只係花咗3分鐘就攻陷阿根廷大門，馬哥嘅執教能力始終遠遠不及腳下功夫。結果德國輕易擊潰阿根廷，以4-0再次喺8強淘汰阿根廷晉級。不過德國到咗4強，再次遇上同2年前歐洲杯決賽一樣嘅命運，日耳曼人始終無法攻破西班牙，反而由西班牙後防大將佩奧爾射入唯一一個入球，以1-0擊敗德國。西班牙第一次打入世界盃決賽。巴西、阿根廷同巴拉圭喺8強都輸俾歐洲球隊出局，令到烏拉圭成日唯一打入4強嘅南美球隊。喺3大前鋒科蘭、蘇亞雷斯同埋卡雲尼嘅領導之下，烏拉圭時隔20年之後再次打入世界盃淘汰賽。喺16強淘汰韓國之後，烏拉圭喺8強遇上加納，雙方喺法定時間不分勝負。比賽到咗加時下半場末段，蘇亞雷斯喺自己嘅龍門前面以雙手護空門，於是佢被罰紅牌，加納獲得12碼。但係加納嘅基恩竟然射失，令到比賽需要以互射12碼決勝。基恩雖然第2次射入咗，但係2名隊友射失，令到烏拉圭喺絕處之下擊敗加納。自1970年世界盃之後，再次打入4強。蘇亞雷斯意外咁從國家罪人變為英雄。烏拉圭喺4強遇上荷蘭，喺失去蘇亞雷斯同埋受傷嘅隊長盧加洛之下，烏拉圭無法抗衡荷蘭，結果荷蘭以3-2擊敗烏拉圭，自1974同埋78年之後第3次打入決賽。而德國就喺季軍戰擊敗烏拉圭，而科蘭就獲得金球獎，梅拿就以最多助攻次數擊敗同樣射入5球嘅另外3名球員奪得金靴獎。西班牙同荷蘭都係冇攞過世界盃嘅球隊，所以無論邊個贏咗呢次決賽，亦都肯定見證新王登基嘅時刻，或者喺呢場比賽對雙方嚟講實在太重要，所以雙方都踢得好緊張。於是精彩場面欠奉，反而係雙方不斷犯規，全場比賽出現咗14張黃牌，打破世界盃決賽最多黃牌嘅紀錄。荷蘭本嚟可以喺法定時間解決西班牙，洛賓獲得單刀機會，善於盤扭嘅佢竟然無法扭過出迎嘅西班牙門將卡斯拿斯，白白錯失良機。於是比賽進入加時階段，荷蘭嘅中後衛希丁加攞到第2面黃牌，
嚟到西班牙擁有人數優勢，結果印尼斯達喺完場之前4分鐘，終於把握機會射入唯一入球，嚟到西班牙成為第8個攞到世界盃嘅國家，亦都係第一支喺歐洲賽場以外攞到世界盃嘅歐洲球隊。相反，可憐嘅荷蘭踢咗3次世界盃決賽都輸，延續無冕之王嘅污名。